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， 我哋一齊嚟探索塔羅牌嘅世界啊！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將來嘅新片噶啦。多謝晒！大家好啊！喺我哋今集正式開始之前，想提醒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啊！平時我會喺度分享每日嘅塔羅感想同心得噶，多謝你哋一直嘅支持啊！我哋之前已經一齊行過一段旅程，由大牌 Major Arcana 愚人一步一步成長嘅歷程，到細牌 Minor Arcana 入面權杖組每一張數字牌所代表嘅能量轉變，再去到人物牌 Cards， 由權杖侍者 Page 充滿好奇點燃火花，權杖騎士 Knight 衝動出發勇往直前。而今次我哋唔再只係開始同衝，而係進入一個真正掌握自己能量嘅階段。今集嘅主角就係權杖皇后 Queen of Wands， 一張代表自信、魅力同埋掌控力，由內到外都散發住光芒嘅能量牌。好，今集我哋就嚟深入探討下呢一張牌究竟代表住啲咩信息。喺呢一張牌度，你睇到啲咩呢？喺權杖皇后呢一張牌上面，我哋通常可以見到一位皇后坐喺王座上面，手上輕鬆咁拎住一支權杖，另一隻手拎住一朵向日葵，腳邊有一隻黑貓。成張牌顏色鮮明，充滿陽光同火元素嘅感覺。首先，我哋睇下呢位皇后，佢唔需要證明自己，佢坐喺度就已經好有氣場。佢喺度象徵住自信、穩定、主導力，知道自己係邊個。佢手上嘅權杖代表住佢擁有火元素嘅熱情同埋行動力。佢同騎士唔同，佢唔係衝，而係掌控住火。向日葵象徵住開放、正能量、吸引力，即係話佢唔需要追機會，機會會自然被佢吸引過嚟。腳邊嘅黑貓都好有意思㗎，黑貓通常代表直覺、神秘、獨立，即係話權杖皇后唔單止外在有魅力，內在都好清晰，有直覺、有主見。成張牌嘅信息係你本身就有光，你唔需要靠外在認可，你可以吸引你想要嘅嘢。權杖皇后一般係代表住自信、魅力、主動、領導力、積極能量、吸引力法則，做自己。簡單講，權杖騎士係我衝出去揾機會，權杖皇后係機會會被我吸引過嚟。好，跟住呢，我哋一齊睇下，如果占卜嗰陣時見到權杖嘅皇后牌，可以點樣解讀呢？一個最簡單嘅塔羅陣係會抽3張牌，分別代表住過去、現在同未來㗎。如果權杖嘅皇后喺過去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之前你曾經處於一個好有自信、好有魅力嘅狀態，你清楚自己想要乜，亦都敢去表達，敢去行動。嗰段時間，你唔需要刻意爭取，人同機會都自然會被你吸引過嚟。你係帶住一種好穩定、好有力量嘅光。如果權杖嘅皇后喺現在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而家你正散發住一種好強嘅自信同吸引力。你開始相信自己，知道自己有能力掌控方向。呢張牌係提醒你，唔好懷疑自己嘅光，你本身已經有足夠嘅力量去帶動事情發展。當你企穩自己，世界自然會回應你。如果權杖嘅皇后喺未來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未來你會進入一個更加成熟、自信嘅狀態，你會更清楚自己想點，亦會更自在咁表達自己，主導方向。你嘅吸引力會變強，無論係人際、機會，甚至成就，都會慢慢向你靠近。記住，真正嘅力量唔係大聲，而係穩定咁發光。希望今集幫到你更加理解到呢一張權杖嘅皇后牌啊！多謝你哋今日收睇我呢條短片啊！希望你哋鍾意啦，我哋下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